烏樹林占地場火燒正日第3天，拍火兄弟甲消防機構持續佇現場作業，火勢已經漸漸得到控制。環保局長許仁哲25日下晡特別來到現場召開記者會，向市民大眾報告目前拍火進度，並針對日前有部分民眾質疑熄火原因，敢是因為廢棄物計劃未付，規氣燒了了陰謀論，一概講好清楚。我們在挖防火巷的時候，這邊也在噴水，這邊也在噴水。我們那時候這裡事實上也有很多我們的同仁跟消防同仁在這邊滅火了啊！各位看到後面了這麼多人，還有包括我們這個機器人，消防機器人，我們不是派說啊，你消防隊那麼多，為什麼車子不多？外面水車很多，為什麼你不做？其實你看這個環境是受限的哈，他的作業現在要把這些東西接駁過來，那很快的這1-2天，我們希望把這一塊解決。這塊的情形把它解決，哈。那如果這裡可以解決的話，這裡呢，我們把東西移開。剛剛在議會的時候，我稍微說明，我可能要去跟消防局調那個抽水機，用煙的底下來煙，降溫之後呢，我就可以繼續處理。另外，針對外界質疑烏樹林占地場有堆放石棉，許仁哲表示，環保局要求石棉瓦一定要用太空包裝地，而且存放地點是在城西焚化爐。烏樹林這確實無占放。外界一直在懷疑說裡面是不是有石棉瓦，還是說已經把石棉瓦燒掉？事實上，石棉瓦的清理的系統，我們是要求要太空包裝袋，那這個是我們堆置的，在城西的堆置情形，這裡這個地方確實沒有堆置，完全沒有堆置石棉瓦。許仁哲強調，烏樹林火警後，環保局採取提升消防有備水量，強化夜間巡查，調整為分區堆置，以分散風險。同時訂定占地場防火 SOP， 進行深層溫度定點監測，並甲中央建立一致的災害廢棄物管理規範。除此以外，也將增設 AI 監測設備，防堵類似火災再次發生。台南新聞張淑維採訪報道。